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台北市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有家长出面来指控，讲有一个姓陈的老师强迫囡仔都爱食吐出来的物件，佮威胁讲要拿家刀来夹囡仔的喙齿，害这个囡仔是惊到放火药，情绪失控。更加互家长袂当接受的是，这个老师尾也是转到其他幼稚园继续来教册，这个幼稚园并无做任何的处理。家长请议员开记者会，要替囡仔讨公道。那幼稚园这方面呢，并无做回应。一直看医生，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每天吐，我好怕他得绝症。哪讲哪靠家长咧讲，伊的囡仔伫幼稚园和老师互动。有创伤，有时候是拿用这根棍子，比这个宽一点点，厚一点点，这样一直打你，一直打你，打手。我送孩子去读书，不是让你们来恐吓、来暴打。伫台北市这间连锁的私立幼稚园历史真悠久，以商业教学来做招牌，收费无伤。有真个家长跳出来指控老师出现离经的苦毒行为。像这样子的剪刀，叫他们张开嘴，舌头伸出来说：“你下次再骗我，我就剪你的舌头。”也有因为孩童反胃呕吐，老师叫小朋友到旁边把呕吐盛回来饭里吃掉。代志发生后，其中一个姓陈的老师伫去年8月份离职，转到其他幼稚园继续教册。议员认为讲，台北市教育局根本就无伫参。没有任何的教保人员、教保业者需要为过去的不当管教负起责任。面对家长各种的指控，幼稚园方面无回应，教育局讲，就要了解了后才决定要安怎处理。